花莲市的做成公布，比各市两区明年2月底就使用年限到了。也毋过目前阁有上千座的梦爱迁走，问题是真复杂即嘛县政府嘛真伤脑筋。做成公墓伫花莲市主政园区后壁，分做 A、B、C 3区，A 区已经签刷完成 ，B、C 2区是明年2月到期。毋过，这个公墓甲私人的墓，还阁有1500外个。目前迁葬的速度真慢，附近居民拢真无奈。居民的出入啊，还有活动空间啊，往返护专跟医院之间，都会造成蛮大的影响。做成公墓伫民国77年，就开始有都市计划通盘检讨，要甲这改造公园。毋过经过35年，敢若有 A 区完成迁葬，尤其私人的墓问题上较严重。最困难执行面就是在迁葬的过程里面有一些找不到主人的无主墓还有一些家属因为风水的部分会有一些禁忌。议员认为讲迁葬速度慢主要的原因，包括市公所无法度负担2亿迁葬采购补偿金，嘛无法度得到顶级的协助。因为花莲市无殡葬用地，通好起立骨塔相关的设施，建议县府规划优惠方案。第一个，我们的迁葬的补偿金。第二个，我们迁葬进塔的优惠；第三个，我们迁葬的这个救济金。用什么方向什么政策，我想都会跟花莲市公所一起共同来讨论。议员强调讲，各县市其实拢有迁葬的补助，县府袂当把责任完全撒予市公所。因若审计处已经几啊届纠正县府无作为，希望县府大要意这个问题。记者综合报道。